今天我们来看一场两位女牌手之间的对决。翻牌662 set over set 冤家牌啊！林敏在加1位置选择过牌，目前是还有8位玩家在追直，选择控时慢打。这边低阶位的布兰妮选择零打一枪，一个300积分的尺度，主动的来构建这个彩池，尽可能在翻前拿价值。后置位玩家纷纷 fold。我们来看林敏。仅仅是一个平跟，还是选择慢打控池，其他人也都是没能扛住这条街。目前两人胜率分别是18和82。OK， 两位美女看转牌，转牌一张方块9，很干净的一张牌。林敏在前置位仍然选择过牌，这是还在蹲吗？布兰妮选择继续开枪，扩大彩池积分。面对仅有的一个客户，尺度也是打得相当稳重。我们来看林敏，站在他的角度来看，应该也要出手了吧？面对布兰妮的连续开枪，终于还是给到一个3000积分尺度的 raise。哇，布兰妮直接变身秒推不装了。哇，林敏也是秒扣，双方都认为是自己在造池吸着对方走。此时只要避开出宫队和8，布兰妮就能稳稳拿下比赛。我们来看河牌有没有反转，河牌1张7无关张，也是没有意外发生。恭喜布兰妮成功收池。